Linga Guamsa, Anganzu Damajenzala ki Fancy Jachi. Di Kangba Gebji Kangba Dinsuna, other Damajenzala ki Anganzu Seshan Chechin, Gebjo Kangba Diri. Anganzu Damajenzala and Namju Jabona, the Sishina, the Vakinazu, Kangba Gebjo, the Kandre Chesumi, Skizating, Mimungutua, and Jaza Tiji, Made Yongjian Insuna. Nganzu Kangba Dinsuna, that kept Sajin, Lobjis Juaris, and Dina Twagging in Nele Kambena Purging, and the Dawangats Juaris singing. Nganzu Maniki Cheshi Chem in a Kangba kept Sajin, Kang Swish Da, and Dine Condesore. Nanzoya Dandutava, Ravananga Konanzoya, Jinji, and Reche, Jejin, Chewich Bay was something, Kang Swish Chewich, and the Anjus. 你让个来个想法团结，对呀，视频的这种目的更新前的截图嘛，从这张接着成也写不动啊，这种的视频就更新前，按照看不的给插件的逻辑主要的，的呢，我那就表现错件的给到俺是重要的事情，就按照推出这件按照的康苏入就是当然意思，加上看那种那么下军的咱们现在来了，土的甲就能看那种甚至能某个的可能给慈善做就来个的我们说立足穷书生意，加上当然视频的拍工作做的，看那种土情那么呀俺就来个的这习惯呢立足穷书这件视频的拍照呢，看那种呀掏钱的学艺，掏钱呐。大家好，我是山鸡老师。我们的慈善房子盖完了，今天我过来送家具了，满满2车，太给力了！经过4个多月的努力和压力下，房子顺利完工了。村民们说这也太漂亮了撒！现在开始我们卸车了，大家辛苦。他们开始工作了，我还是拍视频比较拿手，体力活我一般不干。我们开始摆家具啊！你们不要着急划走，耐心等待最后的效果吧。可爱的村民们，我太喜欢你们了。这几个月相处下，我看到了你们无需回报的付出，真的刮目相看。我的谢谢你们，我们一起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我们都是最棒的。希望我们各自的生命里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哦，就这样，他们卸完了1车，开始卸第2车了。那我也就给你们讲讲这几天书上看到的一句：我们能够感到温暖，是因为有人愿意付出。我们都是内心渴望被人爱，我们内心渴望被人关怀，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刻。寒冷时有人给你送来暖衣，孤独时有人给你送来问候，哭泣时有人为你擦干眼泪，远行时有人伴你同行，摔倒时有人把你扶起。如果所有的人都被爱着，那该是一个多么温暖的世界。但要创造这样一个世界，我们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先学会爱别人。从小在父母的关爱下长大的我们以为天下人都像父母一样关爱自己，但是走进现实世界，我们发现大部分人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关心着自己的利益，于是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很冷漠，开始感到失望。当然，父母的爱是无条件的，我们从小习惯了这种无私的爱，长大后接触社会，发现无私的爱太少，世界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所以
我们就先学会爱别人。有人会说，我凭什么要主动爱别人呢？当别人都只专注于自己的事情，都只为自己的利益奔忙的时候，我凭什么要爱他们呢？这样的想法表面上似乎有道理，但这种想法的人，生活会过得越来越糟。如果别人不主动爱你，你就不会主动爱别人。但如果没有主动爱你的人出现，你就永远不会被爱。试想，如果有人都不主动去爱别人，那这个世界将不再会有爱出现。你渴望被爱，别人也是如此。爱情也罢，慈善也好，两个人总得有一个人要主动爱人，相爱才有可能产生，否则再渴望被爱，也有人来爱你，因为大家都在等着被爱。因此，一个渴望被爱而不主动去爱别人的人是自私的，因为他只希望得到爱而不愿意付出爱。我们之所以在人间还能感到温暖，是因为有人愿意付出。无条件的付出是最崇高的付出，只有当爱别人，不计较回报，心情像白云一样潇洒时，才能够真正达到敬爱别人又爱自己的境界。而这样的爱才是纯洁持久。只有这样做，对于我们个人的幸福才会有真正的好处。我觉得这样你才知道，主动的爱和无私的爱对你的生命有多大的好处。这不是要大家成为圣人，也不是要大家大公无私，而是希望你能够用正确的方式来成就自己的生命。现在啦，俺的门里个绕不切切，看不见谁个，所以我了来点有时，俺就天天个的康水等过来是，康水等着了吧？是，这里开始引导。对的，俺就个隔壁个路队，名字叫杨戬，是。阿家我呢，家阿家大娃子个，俺过年的这是我新疆老久了是的话，过年第一年呢，初二就是呢新疆那边女儿的对吧？俺的呢是女儿的。新疆的青海，俺过年都是但娘不了初二节前老久正周段，俺的可那你铺钱，俺的呢过年给的如果三路那不对的，阿家给朋友呀这是。初二节个用来什么的多啊？俺过年过年的车钱都是看不这边呀，过年两次车多啊。俺这就慈善的新年对对吧？俺可能就大俺你这钱，俺就看不的都是家也吃不的。俺这里呢的车钱的，俺就给那个他刚个老就这咋说？看不这边钱，他刚个老吃不的。俺这里看水是当，俺这里怕了，看那你看不的那呀，第一点就用不上，我也就而且。Sa kian tem gen la da kian shan ji la shla ta chen na se shu yin kian tem gen la da kian shan ji la shla kya kyo na ye ge ta da na ge ko ta chen na se shu yin ti ji ge ji sun ne ya yor kan man zam na ge ro ye san len ge ta chen na 需要的人打造一个天堂歌声是翅膀撑住了希望所有的付出只因爱的力量和你一样谁能忘记过去一路走来陪你受的伤谁能预料未来茫茫漫长你在何方笑容在脸上和你一样大声唱为自己鼓掌我和你一样的坚强一样的全力以赴追逐我的梦想哪怕会受
会受伤，哪怕有风浪，风雨。要想哪里去？我天呐！哎，今年你今年怕了，韩国地呢呀，在地这是地里去，俺不地在地，那不知道买白干，就我错，就就是了，就他对了。更像是